进前抢翠暗、抢酒精、抢卫生纸，即摆伫咧家己讲咧抢肥料，因为听讲做肥料的原料拢是为中国进口的，即摆武汉肺炎，中国的原料无法度入来，农民惊买无，所以赶紧来抢买囤货，这个销售量瞬间增加30倍。但是这根本就是谣言，讲台湾的原料的来源真空旷，毋是干那为中国进口，而且台湾的库存嘛真充足。 农民唔免惊。若是小货车有载几十包肥料，一透早已经几啊台货车伫咧农会前面排队要买肥料，即马是一期调作施肥期间，惊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以后会有断货危机。不讲别买无啊，欠该会欠啦，爱算紧钱要用的嘛是爱再等下用啊。 原来是家己有农民看到网络传言，讲台湾的肥料拢是向中国进口，已经开始出现抢买，甚至有人买2担份。差不多几万块吼，已经算好啊啦吼。我最近尤其吼顶礼拜有一天吼卖到60几万啊，你看差有够济。其实台湾的肥料进口来源非常宽，农民真正毋免过度惊吓。好咧封啊，封讲啊，原料是中国来的啊，即马武汉肺炎，中国原料无法度入来。 但是阮有去甲迄个台北求证过啊，台北讲因原料来源很广泛，有印尼的、俄罗斯的、中国当然嘛是有啦，但是没有影响，而且因的原料的库存拢个做充足。伫抢卫生纸、抢酒精了后，即马佫开始咧抢肥料，但是散布无实、欠货讯息的引起惊吓，是会当以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的，上悬是处3万块罚款。